观众朋友，今天我好麻烦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前3日哈，我哋疫情实在是过严重的时间，睇下你是不是睇到卡一天都唔掉的哈。而且好彩呀，咱们我哋疫情已经慢慢的过发的。嗰时更加几多人啦，哈，如果听到我哋家人的时间出去行行啊，我哋今日如果小家人的听我哋中华永进的神秘文化人。而唔單止係有歷史文化嘅人氣，同時嘛有一啲百年嘅客家嘅蘿蔔講。我哋今日有請到來賓，香港嘅神秘文化人執行長，係路也俾專業嚟現場，一同人講，到底有地方有乜嘅事，他講嘢去鬧嘅，我哋馬上嚟歡迎我哋執行長總佛羅剛嘅鄉長，你好。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成美文化園執行長嘉禾。還有也俾專業總佛嘛嚟到我哋現場，總佛好。大家好，我是成美文化園的專員李宗宏。分享的兩首來到我哋現場，我哋提供其實永進的神秘文化人係一個貴獎嘅一個地方。但是我相信講到永進，他個人講，佢以前係好多年啦，但是頭痛係一開始嘅時間又講到講，而有一啲客家嘅我哋嘅古物體嘅嗬，如果要我哋神秘文化人，我哋係咪趁我哋那個家伙同我哋嘅觀眾朋友太約了解一下講，到底成美文化園區它是一個怎樣的一個文化園啊？成美文化園其實它源自於成美公堂的一個修復。那當時我們在921的一個地震發生的時候，我們發起了這樣子的一個專案計劃。那我們期待透過修復，把這樣子的一個古厝可以存留下來。所以那時候我們找了姚仁祿姚大師做我們一個整體的一個建築規劃。那額外我們也找到了許多的一些人間國寶匠師，包含了陳天平，然後彩繪的陳壽儀等等的國寶匠師來齊聚一堂，把這個專案看要怎麼樣去做一個推動。那整個建制的過程，我們大概花費了7到8年的時間，才逐一的把這一座公堂恢復到它過去的一個樣貌。那建築完成之後，我們當然團隊也在思考說，我們是不是要在裡面增加一些軟件，那來告訴消費者說，這裡的一個文化跟脈絡是一個怎麼樣形成的一個過程。所以我們在裡面有爬梳了，就是有梳爬了我們在地的一些食衣住行的文化。那我們裡面有，比方說打水啊、服軟，然後一些比較在地的閩客文化的一些特色，我們透過展間的方式來提供給大家。那另外在2020年，我們也應該說我們創新的去做了一些體驗式的一些開發的展間，那裡面會融合了永進的地方的一些聲音，地方的產業。那藉由這些互動式的展間來告訴大家說，你來到這個地方，來到永進，它過去的一個生活脈絡是怎麼樣的一個形式。那這個大概是我們就是在公堂上面的一個規劃跟想法。嗰種嘅堂風來講，其實對於以前嘅開始爭嘅蘿蔔都更加，而變成一個有規劃嘅一個過程地方。但是我想問一下，因為你頭一講開始嘅時候有講到的911的大地震，好，你一剛開始有提到說921大地震的時候的事情，那個時候，成美文化園它本身或者是成美公堂它本身損壞得非常嚴重嗎？對，我們講比例來講，我們大概只剩30%的建築體。然後其他其實都是已經被摧毀，已經完全是沒有不堪的，就是沒有辦法去想象它過去的樣貌。所以過去我們在這方面的討論，我們是經過過去的畫面、照片，然後以及這邊的家族的記憶，然後我們去用科學的方式去建模，然後逐步的去把這樣子的一個模體，把它是逐步的去做呈現。所以在過程當中，其實我們做到很細緻的是，每一磚每一瓦，我們其實都會去標記它的位置跟號碼，那盡可能的把這樣子的一個修復結果回歸到當初1885年的一個樣貌。係，按你睇落真係感覺到講，其實你當初對於重新去掌握嘅蘿蔔一件事情，是發掘到好深啲。按頭都有冇講到講神秘公堂，好成美公堂，但而同神秘文化人的一啲關係係乜嘢？應該說成美公堂它本來的舊址就在它現在的這個位置。所以說成美公堂它本身是一個宗祠嗎？對，是的。所以說當初的那當初921的時候，他自己本身有沒有受到傷害？也是有的。對，只是它傷害的程度，我們很難用口述的方式來形容。但是我們可以，回歸到當時，我們可以理解到是說，它大概只有30%的狀況是
可以被看见的，那其他基本上都已经破坏掉了。对，因为我会怎么这样问，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成美文化园，它已经是一个不只是有公祠，那就是成美堂这样子的一个建筑物，它其实是还包含了比如说河园啊，庭园，还有其他的那个院区的部分。那所以说，其实我想我要去跟各位观众朋友理清楚，就是说它不是我们现在想象单想象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单的所谓的宗祠的一个建筑物，它其实是现在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算是文化园的一个规模啦。没错。那头先我在这行上已经有头有讲，其实我哋呢提中华永靖哈有一啲所谓的闽客文化，我哋好落下嘅文化。那么同我哋怎样同我哋观众朋友讲一下讲，一片的闽客文化，它好到係一種用嘅一啲形成的原因啊，某種它本身是一個怎樣的一種，目前是一個怎樣的狀態呢？因为其实像我们会谈闽客文化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永靖的人口的组成，像永靖、田尾、埔心，其实他们那边的人以前大部分都是广东的饶平客所的移民。那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讲，其实他就是已经经过闽南化的客家人的后代。那其实他们像刚刚执行长之前有谈到，就是为什么要修成美工厂这个事情，那也其实因为董事长他们家族，他们就是本身就是客家的后代。其实他们其实相当重视祭祀祖先这个概念，所以他们才会决定说要把这个宗祠修回来。那这部分的话，其实会谈到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要做家族修复这个事情，才知道说啊，原来我是客家人。那我们我们都是闽南人这件事情，所以开始慢慢去可能找一些专家学者请教一下说，那其实客家人文化是什么？那服老化之后的文化又是什么？那其实，我们在2020年做的一个工厂的展件，其实我们有一个空间做了一个永靖腔的展间的一个规划。那其实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透过这个展间，我们去念一下，就在当地的一些耆老，他们其实在讲闽南语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尾音，我们叫做永靖腔，比如说永整加边嫩嫩等等。其实这部分其实就代表他们以前是有一些带有客家语音的一个遗留。因为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我们展墙上的一些互动装置按钮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当地耆老还用闽南语讲的一些词汇。那另外一部分的话，再谈到闽客文化这个事情，像其实成美工厂来看的话，其实他们虽然说外表看起来很像是闽南的建筑，但是其实它里面带有一些很多的客家的语汇，比如说我们在祭祀的祖先厅、公妈厅，它是在第一进。那以客家来讲的话，是在第一季的堂屋，那第二季的部分是神明厅，那就是它祖先跟神明是分开的。那他们祭祀的祖先牌位是用客家大牌的形式，那建筑里面的话是有大量的洞对。那其实透过这些的语汇的知道，我们还知道说，原来其实我们算是外表包着闽南，但其实内心还是满满的客家遗绪的一些遗留在里面。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其实听起来这个所谓的福老客的文化哈，就闽客文化，其实从来呢以前的那种药品给世界的其实还归斗归同样的东西。但是想问一下讲，当初你们是为了要开始重修这个成美工堂之后，才去发现它有闽客文化，还是说他们本来就知道，只不过是借由成美工堂的一个修复，借由成美文化园的一个整个修复完之后，然后才把它重新以一种比较系统性的呈现方式去让大家知道所谓的永靖之前有这样的闽客文化。应该是两部分啦，因为其实在永靖，像他们其他的家族，比如说陈氏家庙，就永靖三款他们家族。那其实他们可能大概知道，可能自己曾经是就是广东饶平那一带的客家后裔。那其实以魏家本身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可能有些耆老知道，可是其实大部分的晚辈比较不清楚。所以其实通过我们在谈工厂修复的时候，所以他们还有做了一件事情叫做口述历史。他们先去访谈魏氏宗亲的耆老，然后去建了一个就是去撰编一个魏家族谱这个事情，然后去跟他讲说，不要忘记我们是哪里来的，就这个样子。可是谈好来讲，其实唔单止迄脏迄木的，其实脏的嘛，迄个人也要理解以前过去的历史了哈。而且部分我想要问一下我的家父，因为其实你要知道，假如说我们的主体是一个，譬如像这样子有历史的古屋啊，古厝啊，客家话的古木啦哈。然后，但是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属于算是比较生硬的闽客文化。那
假如今天我们要让大家开始重新去接受这部分的一个文化历史啦，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园区的时候，要怎么样用比较活泼的方式去让一般的人了解有很多的文化园区，其实它都具备了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底蕴。那每个人当然都希望是从修复的部分开始。那成美文化园它，我们跟团队讨论啊，当然除了策展、展览空间，或像刚刚庄总提到的这种互动式的装置以外，我们还能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传递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精神？那大概可以分成2个部分啦。我们在对永靖的这些居民，其实我们会透过一些教育的课程，然后去宣达，不管是在建筑，不管是在我们的水资源文化，不管是我们的闽客文化，去置入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其实除了成美文化园以外，集团这边也有在地方深耕我们的鼎新和德文教基金会，所以2边这个单位的合作其实是频繁的去做一些在地的推广。那对外的部分，除了刚刚提到的展间跟互动型的装置以外，其实我觉得我们团队比较特别的是会把一些就是应该说过去闽客文化的这种常民生活的用具啊，或者是用品，比方说扇子，或者是纸伞，或者是竹子，那我们会去把它转化成是一种艺术装置。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让文化不是从文字上可以收取，可以获得到的东西，而是可以从设计上、美学上，还有一些装置上、艺术上去传递这样子的一个文化价值。所以过去我们跟用竹子，我们其实是跟台湾的一个竹编艺术家叫做林顺龙老师，然后合作了一个波梦种子。那这个种子里面，我们就会带入，比方说我们地方的一些永靖国小的创作，那大家一起共同完成这样子的一个艺术装置。那另外可能在纸伞的部分，我们会是跟中部鹿港这边的一些应该也是说即将要失传的一些技艺的老师傅，那我们一起去做一些艺术装置，来做一下这样子部分的一个呈现。可是我哋谈下来吼，其实我哋重新去希望来嘅，唔單止係我哋嘅神秘共同，同時嘛係中華永靖嘅好多客家文化。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講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上檔節目，我哋來自中華永靖神秘文化園嘅這行中，還有我哋這樣同我哋講，神秘文化園這個位的內容，還有也發生的過程。我想敲摸一下這行中，因為頭都有講到講，其實唔能為到把嘢種啊，為到我哋客家古物啦，我哋那些文化園的一啲，其實看好來佢就更啱嘅一啲主題，我哋那一般的台中可以啲，可是呢用了某種方法，所以說你們在這個所謂的推廣這樣不管是文化園的一個策略上啦，或者是讓它跟我們的一般的民眾更親近的一個策略上面哈，那是不是其實我們現場看到那麼多東西啊？那是不是這個跟你們當初的一個策略其實是有關係的呢？我們的策略包含現場看到的這些，不管是手作品啊，或者是一些紙傘，那我們把它更上一層來看，我們來推廣文化這件事情，其實我們從每年的12月，我們其實在地，我們就會跟和德文教基金會舉辦一個謝平安、鋏平安的一個活動。那這個活動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比方說我們會邀請很多的在地的攤商、彰化的攤商，然後也會有一些廟宇的活動，一些繞境繞街的活動會在這邊進行。那也會帶着大家去守明亞，就是大概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然後去推廣這樣子的一個文化，所以這個是我們年度比較大型的 event。那在比較細緻一點的我們的活動來講，就是現場看到的這些不管是羅年香也好，或者是我們的一些手繪紙傘的一些手工藝品也好，這是我們長期在推動地方文化的一些主題吧。舉例來講，像羅年香，它其實是在端午節我們推的一個主題。那我們跟鹿港將近一個70-80歲的一個老師傅合作。那在合作的過程當中，我們會帶入，比方說策展的思維，
那这个策展我们也会结合，比方说现在的大学，铭传大学的学校的学生，他们来协助做罗年香的一个转化，把它做成是比较符合现代人生活的一些器皿哦，或者是道具。那我觉得这个对成美文化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想法吧，因为过去的东西其实它在过去有被它的定义跟它的用途。那成美文化园试图的应该是说，找到这些材料之后，我们找到一个媒合或找到一个单位去把它做一个转化，重新去诠释它，重新去定义它，让现代的人可以重新用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这样子的材质。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成美文化园最厉害也是最特别的地方，这样子。因为人其实看到几多位人讲，唔讲古木啦，吼，那古迹啦，吼，因为全部係做推销本摊嘅可能時間，嚇，小家本攤嘅可能時間。如果像我講，應用嘅某個時間做古木啦，嚇，有某個歷史，但是一種東西對現代人來講，其實我感覺到挺硬，嚇，尤其係唔係嗰種對這個有關係嘅事情的嘛，其實又會感覺到講，一種東西對我來講，其實係的，算是會覺得是個非常生硬的東西。但是從我的這行中，跟我講，可能用以前用過的東西，你用我去轉化變成我們現在可以用的東西，好，甚至是我們現在是可以佩戴的東西。那所以說，安尼做法都幫人哋嗰種以前的神法同人哋其他神法係綁向下嘅。嗰種我感覺安尼幾好。那頭有時候講到人哋話有啲幾想愛啲嘅講。你剛剛有提到一個謝平安的一個活動，所以它的時間大概是在什麼時候？每年的12月嗎？對，每年的12月。那它之前會是有一個祭祀的活動嗎？其實這部分的話，它比較接近就是冬至的時節。冬至的時期。謝平安是應該大部分台灣應該都有類似謝平安的這個概念。是。那可是我們這邊就還是應付那個時序，就是其實那時間點就是要準備已經收成完成了，是。然後也準備要到那個送神回去嘛，所以那個前後之前我們就會做一個。祭祀神明，就是他們那邊有個地方信仰叫永安宮，那我們習慣在永靖街上跟永安宮這邊召集大家，然後一起像剛剛講的做一些搓湯圓的一個活動，那大家就是覺得在年節的收成最後這段時間，大家可以比較開心愉悅的參加這個宴會這樣子。所以說永安宮是當地的一個大廟嘛？對。那我請問一下，那你們年初的時候有沒有類似也是在永安宮辦的一個活動？這部分比較少，因為其實我們就回到園區內會辦成美的那個春節會好的一些比較傳統的活動。你知道我為什麼這麼問嗎？因為其實這個在南部啊，我們是有固定的這兩個活動，就是在我們在年初的時候，就是叫做祈福祈福，對。年尾的時候就是還福，就是你對，就是平安的概念，就是也大概是在冬至附近，就是秋收冬藏之前，秋收之後冬藏之前，我們會有個晚鳳。那我們會在哪裡執行呢？我們會在大廟。所以說你剛剛說三山國王廟，對不對？好，就是其實這樣子的一個風俗，其實還是蠻類似的，就是說幾乎還是保留了那個時候的樣子。然後你還剛剛提到了手銀啊，對，就是其實客家人很喜歡在做一些很重大節慶的時候，手銀啊去請大家。這種跟我們南部的客家話就養班誒。其實你看還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它還是保留了客家文化的某一些文化的精髓在你們的一個日常的生活裡面去。但普通的人的這行中，一講到其實其他人呢，上面擺的東西其實跟當初用來去推廣的神秘文化也有關係嘛。但是我今看到一啲東西，感覺到怪怪講，觀眾朋友看一下，像入邊有幾種中文詩，有幾種唔像中文詩，我想問一下這行中也都係乜個意思呢？這個字的意思，它其實是一個組合字，所以說在那個字典上面或電腦打，其實是打不出這個字的。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鏡頭，可以帶一下，它其實它的裡面可以看到孔孟好字這幾個字。那它的意象其實大概就是希望後代可以有學好孔孟，然後以儒家精神為主，那做一個應該說思想上的一個傳遞。這樣子古書以其實係有四隻詩體đều強下一道詩啦，但是一道詩至少可以看到好講，都希望我真係講下下一代可以好好讀書，好好聽從下人孔子、孟子，聽到一人做一啲做學問，同時好好做人。咁這個字可以念出一個音嗎？可以，科一昂三聲強，強，對，念強啊，強，那這個字是
应该说是我们后人自己去发展出来的音吗？还是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这部分其实刚刚执行长有讲，因为合体式其实是没有发音的。是。那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园区的过程的时候，因为很多游客来嘛，然后其实他们都会问说这个字到底要怎么念。那我们后来想说，如果我们就想着给它个意义，刚才讲说可能就是认真好学向上，那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那就用强字，就强的这个很勤奋的这个概念去代表它。那其实它的概念，像合体字的概念的话，其实像我们常常在过年期间看到招财进宝这样的概念，其实就是跟它的概念是类似的。所以其实我们后来在2020年的展间里面有特别做一个空间，它的空间就是讲合体字，然后我们就设计用拼图的方式，然后它的部首，然后请大家去创作属于自己的合体字。嘿，因为我反正现场出门我哋做嘢里边看到，反而发现有的地方规没有，譬如讲算黑的纸伞吧，那个纸伞是在怎样的活动，或者是怎样的一个所谓的意涵呢？其实这纸伞的部分，其实我们在2020的时候，我们刚才想说，希望如果透过什么样的文化概念去跟我们的游客或来宾去做传递。其实那刻我们就思考，因为其实在永靖来讲，关于客家的一些符号，其实坦白讲比较不容易找，所以我们就再把客家这个概念再拉大一点。那其实我们就想说，我们第一个想到客家的纸伞这个事情，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公堂做一些装饰艺术吧。所以我们后来就选择了去请了南部美浓的老师傅们去做很大量的客家纸伞，那我们就把它挂在护笼间的，用那个钢索去把它绑起来，吊在上面。那其实它现在是我们园区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一个打卡景点。那刚好就是因为搭配纸伞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在我们的护笼跟护笼之间有个过水门，那过水门上面有一个装饰，有一个是花瓶的装饰。那其实我们就希望把纸伞跟花瓶的概念绑在一起，就叫做游子平安。我觉得这个意境非常的美好，所以是希望我们可以大家来这边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喜悦。那另外一部分衍生出来的活动，就是因为是纸伞嘛，那大家叫做伞也很奇怪，因为好像不可能做嘛，所以我们就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用彩绘的方法。因为其实客家美浓纸伞有他们现在有个传统老师傅，他们是亲自用手绘的。那当然也有说我们比较偏现代化的产品，但是我觉得我们想要推文化活动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可以给客人有手的感觉。所以的话，我们在那时候有一个系列，就是我们去找彰化鹿港，就是有一个老工厂，他有去做这个纸伞，那它是素体。那我们在一开始前期的时候，我们是结合在地的新象画会，永靖的新象画会的老师帮我去画一些范本。那其实我们就拿这个范本，就现场看到的这些图案，然后我们就会邀请学员来，就用自己的方式去画他想要的东西。那纸伞的体验就是这样来的。也要做法几好啦，因为像我哋客人的话，我哋有时什么送家时啦哈，会送一支油纸伞。因为伊人的油纸杂嘛，油纸，就会说，好像我今天女儿结婚了，就是要出嫁了，那我会送她一把伞，就好像是希望她油纸，对，所以说其实在油纸伞在我们南部其实算是非常吉利的一个象征啊。那头先有讲到另外一个讲，油纸伞会加一啲珐琅好油。就是希望他能够平安哦，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意象啊。对，刚好跟成美工厂做结合。那中间那个很像饼干的呢，感觉很好吃的感觉。因为其实这个我们讲瓦饼，成美工厂瓦饼，那其实它是最早我们想出来的概念，因为其实台湾人都喜欢吃嘛。对。那其实我们后来想说最容易的方式，因为其实我们会叫瓦饼，是因为我们有在设计这个煎饼的时候。它的饼干上是有点弧度的，那其实它就是象征我们成美工厂的屋底的那个养和瓦。那我们需要用瓦的概念去，因为客家灰瓦，这个灰瓦的印象在客家建筑是大家可以做连结的，但是因为它受限于它本身是煎饼的制程，那我们后来想要除了瓦的造型做完之外，那就是那我们就把一些工厂的一些语汇，就像刚刚讲的孔孟考试、强势的字体。那其他就是成美文化园，那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套组的形式，然后去跟我们的观众就当做伴手礼的概念，就是可以介绍工厂以外，可以让他们吃得很开心这样子。嗰时候其实唔係你跟我讲，有好教又可以带过去的东西。
可是伊的延期，其实伊爱去推销这个其实无简单，伊唔单止爱讲述这个的历史文化，同时嘛，把历史文化用一种最简单的方法，分摊给你哋。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中華永靖陳美文化園嘅執行長，還有我哋專員同我哋說明講，你用乜嘅方法來幫他家人提供陳美文化園自家嘅歷史文化嘅特色。我想請問一下執行長哈，因為其實我哋看到一啲細細嘅書包，小小的書包哈，它是用來做什麼的？哦，這個當初這個小書包上面，各位觀眾可以看到上面有個強字。那其實它的初心是因為學好孔孟。那孔孟我們延伸出來就是四書五經嘛，那我們當然就希望說這樣子的一個思想可以透過我們的推廣而被傳遞而被留存，所以我們在地方在每週五的下午晚上，對，我們就開啟了這樣子的一個讀經班，那希望透過這樣子的教學課程當中，讓小朋友體會到這樣子的一個文化。對，那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我們就特別設計了這樣的小書包，然後可以放入他們的一些四書五經的經書，那這樣子背着書包來這樣上課。所以好多人講到講，其實讀經班，因為像人講，唔得咧，算是一個實驗的技巧啦，哈。但是你要一派一個讀經班，然後幫人隔壁嘅鄰近嘅社區嘅嗰種，人講國中啦，某國社會嗰種生意來參加。咁我想問一下，哈。學生跟家長的，他們對於這樣參加讀經班的一個反應怎麼樣？我們大概每一次的課程，在課程後都會做這樣子的一個回向跟回饋，因為這是讀經班課程當中一個非常巧妙的一個設計思維吧。就是說，他們是應該說比較注重那個互動，所以從課後的輔導看起來，其實各位家長跟學員的回饋都是非常正向的。那其實延伸出來是說，其實我自己看完這樣子的一個課程的進行，那我自己其實台北人，我也把這樣的概念帶進我的社區，所以那時候我自己在社區也開始做這樣子的一個推廣，那也是在每週六的下午就帶着我的小孩，然後一起去參加這樣子的課程，那所以我自己也很能感同身受家長對於這個讀經班的一些回饋跟想法，因為我自己也是覺得說，教小孩嘛，我們應該先教的應該是道德倫理，然後讓他們在這方面有所認知，再開始堆疊他的一些其他的成長過程，這樣子。一個算是私人的團體，願意開放出自己的資源，讓大家一塊去重新去共同學習。好，學習你剛剛所提到的，其實我們的真的是我們傳統文化裡面。好，在道德上面，或者是說在我們禮教方面，其實是很重要的精髓的那一部分。我覺得這會讓我覺得說，不管是今天它是一個老屋的一個重建，它其實重建的還是一個文化，它重建的是一個人的那種新的那種感覺。咁其實我嘛提供，其實我哋咧延期過睇啦，嚇，唔單止我哋咧神明共同一部分，其實而家有幾多位日本嘅延期，還有一種河園。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廣東朋友紹介一下，河園是一個怎樣的一個算是庭院的設計啦，或者是它的特色是什麼？我們的河園現在應該說我們的整個景觀好了，我們大概景觀現在佔地應該有大約7-8公頃。那整體的主題性，其實在當初建構的時候，我們討論得非常的久。那後來選擇日式庭園的風格，其實是因為這一個老屋，它在重建的脈絡，其實經歷了清末跟日本時期的時代的一些統治時期，所以後來我們決定說，那要不然我們在庭園的設計上，以日本當時的一個應該說文化吧，來做這樣子一個庭園設定，來展現我們台灣除了閩客文化以及其他時期在這個地方產生的一些文化表現，那也展現我們台灣人的一個包容性。所以在河園的部分，確定這樣子的一個規劃方向之後，我們就開始走訪日本，那定調這樣子的格局。所以，在整體的應該說景觀設計上，我們就是有包含池亭、天然畫框，然後枯山水景等等的元素，那去建構這樣子的庭園，所以也被大部分的網友就是媲美為台灣版的一個兼六園，所以大概它的脈絡是這樣因此而來。那
园区里面有非常多珍贵的树种，那大概主题是以松柏类为主，那也代表着松柏常青，有一个祝贺跟应该是一个祝贺跟欢庆的一个感觉吧。那每一个转角，其实河园它是蛮有故事性的，因为当初在设计庭园的时候，我们有依循着不管是家族这边的想法去做庭园的规划。那在松柏的部分，其实也来到园区可以发现，每一棵松柏它基本上都会是有一个欢迎的一个形态，或者是说指引方向的一个形态。所以来到园区，其实你只要跟着我们的松树走，你就可以走到我们预计你想要去的一个地方。那其他的部分，其实我们在整体维养上还是希望扣合着生态吧。那尽量以生态的工法、生态的维养方式去维护我们的园区。那我们在每年也会设定一些比较是生态指标、用药指标等等，去控管我们的整个园区。那期待让这个园区可以跟生态共好共荣，这样。可是唔单止讲伊迄个有主题的一个庭园哦，同时伊嘛迄一个反驳的庭园。啊，提供的给里边有一堆百年的无穷哦，百年的黑松嘛哈，但为什么会？它是原来就已经在那里的吗？哦，这棵黑松其实也是我们算是园区的镇园之宝。那它其实过去它是在日本时期，它日本的树，那大概在日本有种植了100多年。那后来因为日据时代的关系，那它就转移到了台湾的阳明山，因为那时候日据时代大家日军嘛，大概都是在阳明山那边活动，所以在那边它住了50年。那之后呢，它就被我们永靖旁边的田尾，因为我们永靖田尾号称台湾的苗木之乡，它就被一位算是景观界雕塑的一个大师黄天鹤老先生，然后购买了回来，那就放在他们家开始做照顾。那这段期间，我们其实因为跟他本来就认识的关系，所以常常去他那边走访，然后去看他，去了解说，这棵树有没有要让贤？因为这棵树它长得非常的特别，那因为它刚好有4个枝干，那刚好可以象征我们家族的一个团结齐心、结气连枝的一个概念。那但是经过了很多年，其实这位老先生他也不太愿意就是把这个东西卖掉。那最后呢，我们之所以可以取得它，是因为老先生他年迈了。那其实照顾一棵黑松非常的不容易，他光修剪一次，我们可能就要花上1个礼拜，4、5个人都负责他的修剪。所以最后也因为他比较年迈，然后他也看到我们不断的跟他拜访啊、请托啊，希望他可以把这棵树让给我们，所以最后这棵树才回到我们园区。所以常常会有访客会问我们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那你们这个大黑松多少钱？就是价值多少？那我们通常其实对我们来讲，它更像是一个园区的精神象征。它没有办法被卖，也没办法被计算，因为它当中被交付了很多的情感，很多的信任。因为黄天鹤老师那时候在整个搬送的过程，其实就像嫁娶，应该说那个嫁女儿的心态一样，去送这棵树过来。所以对我们来讲，它是一个非卖品啊。对，大概是这样。等于如果其实要养起地波，唔单止香港的米价，只个一直养起嘛，香港的富圈，甚至如果几多人把这个的心思变成养起地波啦哈。但是我哋提供也要养起地波，有咱的归乡步道，那归乡步道，哎呀，步道很嘛个意思，怎么演的归乡步道呢？归乡步道的来由，其实它刚好，因为他们其实成美工堂他们家族会变成地方士绅有个状况，因为他们曾经是我们讲现在8保2郡，在那时期是15庄郡的郡长，就是我们的家族的创业主魏尚营先生，他曾经当过郡长的角色，所以其实工厂会设在那边，也是为了方便刚好15庄郡的一个灌排系统。那刚好我们在我们的旁边，归乡步道旁边就是我们所说的南港西排的一个支流。那这个归乡步道的概念，其实它有一点像是就是游子在外工作打拼，我终于回到家乡，我希望替家乡贡献什么。
那其实因为它南港西排会有一个算是有防汛道路的概念，所以我们其实在考虑之后，加上河源是用日式景观的一个造景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是把龟象步道铺满的那个碎石子。那其实碎石子有个好处，它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走碎石子的时候会有那个沙沙的声音，它是有一个防盗的效果。另外一部分呢，因为碎石子下面就是我们泥土，其实它有方便排水跟渗水下去，比较不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危害。那我们在龟象步道也种满了落羽松。那其实落羽松的特色就是，只要到了冬天的时候，秋天转冬季，它慢慢转红，然后到那个落下的那一刹那，它会发现一切红彤彤的，超级的美丽，而且它的时间点刚好在我们的春节的前后。那其实那个时间点是非常大家喜欢来在那时间拍照留作纪念的时间。今天的节目都跟刚刚我都发现，讲真的是神秘文化人哦，可是过出到他讲也是老吼，但是好像我想问一下我的那这行中吼，对未来哦，神秘文化人对未来的发展，这个我有帮个建议吗？那我们还是以文化传承为我们主要的核心，不管是在导览、空间、活动、展演，让游客来这个园区在游玩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些时间的记忆，它带来的一种旅程吧。所以我们团队应该是说不断的会在这个当中去建构，或者是去寻找，然后哪一些方式到底是可以让那个消费者可以更亲近的去了解这些文化，更亲近的去体验这些文化。我想这一直就是我们在进行的一个方向。看今日的节目，观众朋友唔知同我共有冇？今日看的节目以后，我都发现到讲，啊，真的龟上人啊，在中华用心去捞一下哦。或者今日感谢两位来到现场，同我们分享安东人的故事。谢谢主持人，多谢。